台南市无党联名的总召陈坤和议员，因为投入这届第2选区的立委选举，上午包括无党联名的议员叶坤元、杜素莹、甲林冠华，以及国民党籍蔡耀辉、罗坤福、甲李中钦等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会中除了肯定陈坤和伫个议员的问政表现，另外陈坤和还佫首创发表一本工作报告书，汇集对第3届的议员到现在所提议案、质询、甲服务案件等问政资料，总共100多页的工作报告书。除了得到议会当年的肯定，同时嘛希望对选区的选民来负责。像咱国民党遮侪议员的心内算，愿意来讲替昆乐啊徛在就是因为老实讲的，台南市已经是逐项的评比拢愈来愈歹，互台南市民门上路早也好，光电也好，甚至有的因家己总啊干部去承揽工程也真侪啦吼。所以希望互昆乐一个机会，就是咱家己一个机会。一个较好的咱的民意代表，这一次即将要参选我们的立委，也希望说所有的乡亲，我们要支持的就是跟我们人民站在一起的好民代。所以讲，咱坤和议员一直以来的表现，不管伊会做人做事，佮伊会谦虚的态度、认真拍拼的态度，拢会值得咱民众来甲支持。陈坤和议员会当凭着过去参与民主运动迄种精神来争取咱台南市为一色无共款的声音，来替咱台南市来市民来发声吼，互咱社会会当一个公平正义。溪北的建设确实需要真侪的经费，但是伫咱台南的市政呢，咱的财政真正是缺陷。一定要靠中央，所以拜托大家支持陈坤和立委来当选，可以当伫中央替咱台南市民来发声。这本的工作报告书将坤和第3届议员所做的代志，拢记载啊足清楚。所以坤和第4届议员选举的时阵，是向乡亲交作业的方式来进行第4届选举，互乡亲来检查坤和的选举，坤和第3届到底做有及格无？若无及格，就甲坤和淘汰；若有及格，互坤和继续来服务。报告书内面，陈坤和议员对担任第3届甲第4届议员任内所捐出的薪水加选举的补助款，到目前超过1100多万，服务案件6225件，争取道路工程费有279件，总经费5亿外。不过，甲溪南的道路建设经费1390亿，比较起来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因此，陈坤和嘛积极争取新起西港麻豆塘南科以及西港大运寮塘新吉工业区的2座跨站门溪的大桥，目前市府完成规划案的基础报告，预计明年底完成规划报告，就会用争取中央的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